同志要結婚去外國至得。我係一個同性戀者，我係一個基佬。明哥拋開世俗嘅眼光，大大聲話自己係基佬，絕對唔簡單㗎。事實上，唔少國家已經將同性婚姻合法化，但喺香港一直都唔承認同性婚姻。到90年先將肛交合法化，09年將同性同居納入家暴條例嘅保障範圍。好多人見到可能會，咦，好惡頂啊！仲有好多反對嘅理由添。同性婚姻呢，係完全係顛覆咗呢個叫倫理嘅觀念嘅。我哋啲親屬嘅關係呢，就會好難去有個定論，好難去定奪啦。例如俾個例子例如你阿叔同咗個男人結婚，咁到底你係稱呼佢叫阿嬸啊，定稱呼佢又係叫阿叔呢？喺家庭觀念極重嘅中國社會，問題就特別明顯啦。講到同性婚姻，點少得班宗教人士啊？呢個行為係上帝唔接納噶，需要糾正噶。教宗認為咧，呢個就係對一個全人類嘅威脅嚟啊！嗱，包括天主教啊、基督教在內嘅好多宗教咧，其實都係好明確地反對呢個同性婚姻嘅。佢哋定義婚姻係要一男一女嘅結合，男女手動交接，當然係為繁殖啦。男或者女都唔可以有 baby， 冇 baby 出生率就下跌，人口老化，經濟就發展唔到啦。喺呢一個長期而言呢，就係令到我哋人類啦，最後咧係會滅亡嘅。阿 Sir 仲話，就算同性夫妻會領養小朋友，對小朋友成長同心理都有影響㗎。講到同性婚姻咁負面，支持嘅人都有佢哋嘅論點嘅。無論係同性戀者定係異性戀者咧，佢哋喺呢個國家入邊咧，都同樣地係一個公民，佢哋都要交稅，都有相同嘅義務。咁點解佢哋唔係有相同嘅婚姻嘅權利咧？咁樣都同樣有選擇自己唔同性別伴侶嘅一個權利啊！仲有將件事合法化，同性戀嘅人認為可以減少歧視，多人領養孤兒，改善佢哋生活，減少社會負擔。一紙婚書更加可以穩定同性情侶關係，減低性病傳播。不過阿 Sir 話要反駁以上論點一樣可以㗎。嗱，自由啦就並非無限嘅。當你嘅個人自由如果係損害咗社會嘅整體利益嘅話咧，咁你呢一個自由咧係應該係受到禁止嘅。香港咧係完全係俾呢一個同性婚姻去實行嘅話咧，你會見到係導致個出生率嘅下跌啦。長遠嚟講咧，係導致香港完全冇人咁滯嘅。阿 Sir 仲話減少歧視、性病傳播同改善社會都可以用教育政策去解決，唔一定要靠同性婚姻合法化。咁你哋又支持定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呢？